中九龍核心傳統豪宅區，幽靜沉穩，涵蓋又一村同九龍塘呢兩個相互毗連嘅地段。自上一世紀開始就已經被定位為低密度高尚住宅區，部分街道以花卉命名，優雅氣息油然而生，係城中翹楚嘅優居選擇，不讓港島半山專美。喺歷史悠久嘅又一村豪宅區，難得再有全新項目登場。由新世界發展嘅超級豪宅項目，結合品牌系列嘅口碑，以及物業所在街道玫瑰街嘅瑰麗名字，命名為 Pavilia Rosa 奧韻。奧韻只提供109伙低密度住宅單位，主打複式豪宅，以及3至4房大戶，為渴望進駐又一村達之路一帶嘅物業收藏家帶嚟珍貴機會。傳統豪宅地段多年前已吸引名校落戶，形成獨特嘅書香氣息，變相又令豪宅區嘅價值更勝一籌。不論著名幼稚園、國際學校定係傳統名校，都可以喺奧韻周邊地區揾得到。而玫瑰街更將有新嘅國際學校辦學，就連本地2間大學都喺奧韻嘅步行生活圈內，教育資源豐富完備。矜貴嘅地段一樣可以平衡私隱與便利。奧韻距離港鐵大站九龍塘站最快只係約7分鐘步程，專享一站雙線，加上擬建嘅中鐵線將連接九龍塘站與屯馬線，網羅南金融、北創科產業格局優勢，鐵路網絡無可挑剔。想留喺社區享受閒日，一樣可以喺地標級商場又一城滿足美食、娛樂同購物需要。周邊多個綠化公園空間，為生活添加健康朝氣。香港物業市場發展蓬勃，新進豪宅比比皆是。不過，九龍核心傳統豪宅區憑住歷史底蘊，依然身價不菲。Pavilia Rosa 奧韻能夠喺傳統豪宅區內華麗誕生，糅合經典價值與現代設計，勢必成為超級豪宅嘅新典範。